你呢度咁嘅還原度，對比翻成條街，仲擔心冇人租？嚟到咯噃，呢度係惠州嘅博路啊！呢套案例係業主起到一半，跟住覺得唔對路，跟住揾到我哋重新嘅外觀設計。咁當然啦，你而家外觀設計完啦，還原度無需質疑啦。而今次過嚟就係業主揾到我哋重新設計佢嘅自住高層啊，同埋出租嗰層。呢兩層重新設計過，亦都係做翻傳統設計嘅啊，所以業主信任度好高啊。同時間，我自己認為啊，我嚟到呢套還原度，我都真係好欣慰，因為灰管同效果圖係一模一樣。俾大家睇下效果圖，佢咁多成4-5千方，咁點樣行去分佈啊？一層係地鋪嚟嘅，街鋪嚟嘅 ，OK。然之後下邊有個門口仔係入去出租下邊嘅。咁到咗下邊背後先係業主嘅一個住入口，係佢自住嘅住入口 ，OK。咁然之後到2層、3層啊，就係出租屋嗰層嚟噶 ，OK。咁然之後到咗5層同埋6層咧，就係自住嘅 ，OK。佢就係咁樣分佈，而且我自己認為佢有個地理位置好喺邊度咧？佢前邊呢度呢個正面嚟喎，佢前邊係對住呢個市政公園嘅。呢個市政公園屬於係中心地帶啊！博路嘅業主朋友仔話俾我知，應該地理位置冇乜太多嘅問題吧 ？OK 啊，咁呢個就係關於正面 OK， 而且你有冇睇到呢個成個造型線啊，同我哋嘅設計都係完全冇區別嘅。呢個就係我中意呢套設計嘅一個主要原因啦。嗱，呢度係成間屋嘅背面嚟嘅，我自己認為啊，背面比正面仲要更加有層次感，因為你會發現啦，正面係全部係密封嘅啊，主體外漂啊，但係呢個背面嘅話咧，佢會留得比較多嘅陽台，見到未啊？而且呢個陽台咧，佢會有分層次喎，2樓同埋3樓嘅話咧，個陽台係長少少嘅，因為佢出租層，但係佢薄啊，得1.5米嘅一個幅度。但係上邊嗰幾層嘅話咧，雖然短啲啊，但係佢深度會厚啲啊，有2.5米嘅一個深度喺度嘅，所以呢個就係令到成個外觀唔係話全部好統一，全部好對版咁樣行去做嘅一個外觀啦。同時間你會睇到呢個外觀呢個會立面啊，除咗圓台有層次之外啊，呢個位置空掛石頭都係令到成個造型感會更加強烈嘅。有冇見到就算空掛石頭啊，我哋都唔係全部外漂晒，呢啲層次壓翻落去嘅，喺呢個角度係咪特別立體啲啊？而且你會發現啦，正面係成個主體外漂晒嘅，但係背面嘅話，我哋係分層外漂。嗱，呢嘅位係外漂咗嘅，但係呢邊我哋係成個主體係冇外漂嘅。嗱，出嚟效果係咪非常之整體？特別喺呢個角度行去睇上去啊，係咪更加似商業體啊？呢個角度我自己認為比正面要好睇好多。